为争取消防员的权益，由议员李宗翰号召成立的防火墙连线。15号中昼，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共同召开记者会，现场的议员无分党派，包括副议长林志典、甲消防局长李明峰，嘛拢到场出席。因要求市府应该持续增加消防的基层人员，第一档期待用达到200个名额，以降低过长的工时。每个消防人员上班的时数，超勤加班的时数是135个小时。可是从不论年资或年轻或资深，基本上他们的加班费都会不够领，变成他们只能领加奖的形式来作为他们加班之后的奖励。那这个严重的程度，其实平均下来，他们只要超过80个小时，他们就会变成到135小时，这55个小时全部都是用嘉奖的形式，这对于我们许多基层的同仁来讲，其实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争取更多员额的方式，把这些工作时数给更多人来上班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一来可以减轻大家的压力，二来对于每一个消防人员他本身的压力来讲，也可以得到如释重负。虽然我们非常感谢局长在近期对于基层人力增补做出非常多努力，那我们也理解说，在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要做出增补人力，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但是台南市的人力增补进度其实远远落后其他的直辖市，所以我们希望消防局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人力增补的规划，然后而不是仅仅只有说空话。那台南市作为直辖市，应该比其他的县市更快去改善消防员的过劳的问题。不要让城市的第一道安全的防线因此而松懈。对此，市府消防局长嘛回应，原则上明年已经新编增加200位的预算名额，未来会来每年增加。刚刚主席提到的200位的这个预算目标，我会积极来跟市长争取哈。我们的预算原额提出来之后，不是马上，不是像咱普通的请人来讲，你谁来应征我就是，因为学校的产出跟他的那个什么，他的特考要及格，他分发给我们的这个都要2年后才能到位的哈。所以当然预算原额我会尽力来这个争取。那后面呢，我会持续就是接续的预算原额一年一直在把它增加。依照司法院大法官的解说，各机关应该让轮班制公务员健康的工时，而且消防署嘛依照这个规定，外勤的消防员10档要达到勤以小2的规划。以目前市府消防局的估算，大约还有477位的人力缺口，未来嘛将持续来增编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